面真正有圣灵的主动，也真正有圣灵的同在。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因为你怜悯我，互我会当行伫你的心意内底。因为你甲我同在，我就无欠缺，无欠缺喜乐，无欠缺平安，无欠缺对上帝所来圣神同在的快乐。我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上帝，你引带我，你赐恩伫我，你要赐福互你的教会。主啊，伫这当中，下面我对着教会伫当中这个引带无教业、祈祷无教业的上帝，你拢来下面。也伫主你的面前，我诚心恳求，毋是我会当做啥，主要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这一切的美好。无论伫倒位，我的主，我的上帝，我仰望你，唯愿你伫这一切的事上继续施恩怜悯帮助我，因为你有应允，互教会有稳定，互教会有听堂，互教会彼此相听，互相互使，互教会彼此下面，照主所应允的。就互人的，就要互阮的。阮无论断人，阮就无受论断；阮无批评，阮就无受批评。主你应允阮就彼此相听，互相饶赦，安尼就要成就上帝你的欢喜。所以，阮要伫主你的内面来领受这丰盛的恩典，互教会成做一个伫真正基督的厅内底彼此相听，互相扶持，照主你所应允。因为阮有彼此相听的心。特别见证出来，阮是上帝，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是上帝的囝儿。就因为阮彼此相听，众人特别伫迄个所在看见教会，伫迄个所在敬畏教会，就亲像教会敬畏上帝你的名同款。主，阮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听对古早到现在一直拢伫咧，你的公义也是存到永永远远。你要赐恩，互伊对你心存敬畏的人。主你下面人拢总的罪过，也用你的话语养饲人，各用你圣神的同在，互人会当离开所行的歹，用你圣神的快乐，所会当赢过罪恶甲软弱。我的主啊，这是我的恳求，唯愿你伫阮当中施行你的救恩，就是圣神的快乐大大加添伫阮的身上，互阮我靠圣灵的快乐来行，伫所行的路上大大得到上帝你的帮助，上帝你的快乐，上帝你的路用。感谢主保守看顾阮，引带阮到伫如今，你是以便以谢的上帝，到如今拢帮助阮。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到如今拢甲阮同在。唯愿一切上善恶乐荣光归于你。愿你今日伫阮当中来运行，引带阮，来赐福阮，互阮。互阮伫这个礼拜的日子，祝阮搁再对你得到更新的快乐甲权柄。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将荣光感谢归于咱的主，咱的上帝。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感谢主，咱会当得到全备的祝福。感谢上帝，下面的时间，咱请同位兄来报告。阿姐平安，真欢喜，咱会当三角自接，非常的。咱会当照这个信心所内面来敬拜俄罗上帝，咱真这是蒙恩的儿女，感谢俄罗斯。消息报告，因应这个国小假日停车时间变更为9点到下晡5点，请参加台语堂的兄弟会当将车辆放伫中山国中，停车的时间是按8点开始到下晡5点。第二，今仔日廖牧师前往路德信教会正道，请为牧师的侍奉以及出入平安来代祷。第三，4月24到26，就是礼拜1到拜3，总会牧师研习会伫南投举行，本会牧者同工将前往参加。4月25礼拜2暗时以及26。礼拜3上午的查经班，各暂停一解，
请为牧者出入平安学习来祈祷。第四，圣安信教会开拓据点，将伫5月日举办母亲节赠送好米的活动，欢迎兄姐将厝中用袂到的全新的物质奉献提供作为活动精品使用。第五，南部教区定伫7月29日，就是礼拜四到拜六，伫金福山举办儿童夏令营，征求有意参与营会服侍兄姐一同同工，并自5月7起，每礼拜日主日后一同留乐用餐备课，请向孟村传道来报名。第六，国语堂招募大坪、咖啡轮班的同工，伫主日崇拜后负责预备咖啡以及善后的收拾，更邀有意服侍的兄姐一同参与，请向所有传道报名。以上报告，敢有补充报告？下面的时间，咱到敬拜团。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下日时间交互圣灵来引带，哈利路亚。阿门。请咱起立啊！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一起准时的用着敬畏的心，不论你在哪里，都是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起来荣耀上帝，起来，因为独独耶和华上帝，会当得到咱配得咱的恶乐。来，起来荣耀。上帝配得咱正拜世伫你面前献上的敬拜甲恶乐。主耶稣，你将平静安稳的灵享受伫你圣会，总是阮的心因着你的疼痛着跳跳，着欢喜，着要起来，起来荣耀啦！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快点，起来荣耀！当当这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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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当当这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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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是大君王，将最天王是梦，谁将心灵有
哈利路亚！独独伊配得咱的荣耀、甲感谢、甲敬拜，伊是独一真的上帝。因为咱内面拢总受到伊的引带，咱要甲主三甲做伙行。来唱来，我要甲主做伙行，经过溪水爬山岭，有伊做我的牧者，什么代志都免惊。搞透了，我有耶稣，我有耶稣，一世人甲我作伴，伊的疼通永远袂散，予我心灵真正快活。我的需要伊知影，当行过日日夜夜，伊的稳定真够用，我家己会竞选，一切拢是伊掌管。咱若拢看到上帝伫你逐人、伫咱逐人每一项的代志，拢有伊极水的美意，甲伊的立意的事，咱得当去了解，什么是足足的满满的一款的福分啦。咱有一个祈祷，伫主祷文安尼讲：愿你的国降临。咱就是甲上帝国带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祭司，也是咱的祈祷。咱用一个祈祷的心灵来唱这首歌，愿你的国降临。
免。我的心脚无你的旨意，你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全盼无所。总是一地土地的百姓，永远捌你。求你予我一个的机会，来乱用的情理。我心软脚无你的旨意，你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全看无所。总是一地土地的百姓，永远更捌你。求你予我一个的机会，来传扬的真理。愿你会讲感你，我愿意奉献团队来回应。相信这梦在我，是个多年的依托。等等你，当心当行。愿你会讲，愿你会讲感你，我愿意奉献团队来回应。相信这梦在我，是个多年的依托，都等为你来我。我的心脚无你的旨意，你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全叹无所。总是一地土地的百姓，永远更捌你。求你予我一个的机会，来传扬的真理。我的心脚无你的旨意，你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全叹无所。总是一地土地的百姓，永远更捌你。求你予我一个的机会，来传扬的真理。愿你会讲感你，我愿意奉献团队来回应。相信这梦在我，是个多年的依托，都等着你，当心当行。愿你会讲，愿你会讲感你，我愿意奉献团队来回应。相信这梦在我，是个多年的依托，都等于你来我。咱来前面来祈祷。上帝啊，伫我的心思意念里，抛出迄个我为伊的灵魂得救的人的负担，来成做我的祈祷。因为圣灵要引导我进入更深，为着人的灵魂得救来祈祷。在咱的节目的当中，愿圣神能引导我们，使我们爱人灵魂的心。神人的心意是愿人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主啊，我要伫你面前，求你予阮的迄个福音的使命。我们所行打的，拢是要为着甲做伙来努力，互上帝福音兴旺，互上帝教会兴盛，互你的国降临伫地若准伫天。这是阮的祈祷。我们搁再一摆，用阮的心脚步，安尼来吟唱讲。我的心脚无你的旨意，你地若像伫天。
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数，拢是一块土地的白色，永远搁不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求你看咱的旨意，你在那树的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数，总是一块土地的白色，永远搁不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我愿你风的阮地来回应，将心情放在我，世界大了来隐藏，都等你当心当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你风的阮地来回应，将心放在我，世界大了来隐藏，都等你来我。下一页，相信且帮助我，世界大了来隐藏，都等你来阿妹，这是咱对上帝讲的。都等你来我。Amen。阮伫天顶的爸，这是阮的祈祷。阮来到伫你的面前讲，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的活命当中，伫阮的教会当中，伫你所疼痛的这个土地当中。主啊，阮的心仰望你，阮的心渴慕会当你的国会当掌权伫这个世界。阿门。主啊，虽然伫即时，阮感觉伫这个世间有真侪阻挡，真侪苦难，真侪对教会来讲，感觉是真困难的代志。但是主，阮知影，你的国是永远的，你的国是全能的，你的国是真正会当显明你完全的能力伫阮的活命当中，是的，主。伫你的教会当中。阿门。所以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讲主求你引带阮，亲像阮的诗歌所宣告的，求你的圣灵、你的圣神来引带阮，互阮会当满得上帝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会当伫这个世间见证上帝你的圣名，荣光上帝你的圣名。阿门。愿你的旨意的成就伫你的教会当中，是愿阮的活命拢伫你的恩典当中经历上帝你的引带，一生道道为你来活。感谢你，愿荣光、颂赞拢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成做咱信用的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必列岛人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各我后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各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听这，请坐。继续，咱要来启用上帝的话。由我来启，兄这来用好的时阵，三角来上读。
上帝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富的慈悲，度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结除我的罪。因为我知影我的过犯，我的罪伤伫我的面前，我若你犯罪，是独独得罪了你。你所喜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切草来洁净我，我就清气了。求你洗净我，我就比洗搁较白。上帝啊，求你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互我永远得到救恩的快乐。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你本无喜爱这物，若是喜爱，我就献上。小姐你也无喜悦。上帝所爱的者，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放伤的灵，你并无轻看。阿门。愿上帝灵继续引带咱，用咱的拍开咱的心灵来领受上帝的。下面时间下回传道来正道。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从引带带领，互咱会当伫礼拜日，每一个礼拜日，咱拢有即个恩典，咱会当组织伫上帝殿中，咱同心做伙要来敬拜上帝。这时，咱特别继续要用上帝的道来领受上帝的道，用听道来敬拜。咱同心咱同齐来掀开周报的第4面。准备第4面，这是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因为今仔日经文有较长，所以我有节录伫当中的一寡经文，所以咱就当心做伙来上读这段经文吼。因为经文较长，所以就用字较细，大家就较用心看安尼吼。好，咱当心来上读，请。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上帝。拿单到了大比迄下，对伊讲，伫一座城内面有2个人，一个是好亚人，一个是宋乡人。好亚人有真济牛群、羊群，宋乡人除了所买来养饲我的一个小母羊羔以外，别无所有。羊羔伫伊的厝内面，甲伊的儿女一同长大，食伊所食的，啉伊所啉的。困伫伊的怀中，伫伊看来亲像查囝共款。有一个人客来到伫即个好亚人厝内面，好亚人毋甘对家己的牛群、羊群摕一只牛髀互人客食，就除了迄个宋乡人的羊羔有味要来互人客食。大比就真生气，迄个人对拿单讲：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咒詛。惊即个事的人该死，伊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伊惊即个事无有仁恕的心。拿单对大比讲：你就是迄个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你既然藐视我，带了迄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无离开你的家。大比对拿单讲：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讲：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无得到死，只是你惊即个代志，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因为安尼，你所得到的囡仔必定爱死。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甲大比所生的囝，互伊得到重病。所以大比为着即个囝恳求上帝，并且禁食。今日来食，将倒伫涂骹顶。到第7日，囡仔死了。大比看见新妇彼此细声讲话，就知影囡仔死去。问新妇讲：囡仔死去吗？伊讲死了。大比就对地上起来，洗身躯，抹膏，换了衫，即耶和华的殿敬拜。
然后回宫吩咐人有备饭，伊便食了。神婆问伊讲：你所行的是啥物意思？囡仔活着的时阵，你禁食哀哭；囡仔死去，你颠倒起来食饭。代表讲，囡仔还阁活着的时阵，我禁食哀哭，因为我想检采耶和华怜恤我，互囡仔无死也毋通知。囡仔死去，我何必禁食呢？我敢会当互伊转来呢？我必往伊遐入去，伊却袂当转来我遮里来。大卫安慰伊的妻拔示巴，甲伊同困，伊就生了一个囝，甲伊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伊，就这先知拿单赐予伊一个名叫亚底底亚，因为耶和华听伊。阿门。咱圣经读到这，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定定伫阮的活命当中，成做阮活命的祝福。虽然有时阵，阮伫世间行真济代志，无一定有想到上帝，你对阮怎样来讲？但是上帝，你永远是正路，你永远引带阮倒来到伫真理的当中，互阮有悔改的机会，互阮会当有省察阮家己。并且，阮会当知影要怎样活倒转来。求你，嘛伫今仔日继续用你稳定的话语、圣洁的话语，要来引带阮的道路，互阮知影要怎样来超找你，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名伫阮活命当中真做成。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伫撒母耳记下。这撒母耳记呢，伫当中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人物，一个主角，就是大卫。大卫当伊成做王了，就开始是伫撒母耳记下的这个记载当中，就是来记载大卫伊成做一个王了，伊伫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伊咧行啥物代志？伊伫即个国家当中，伊怎样来治理？但是呢，虽然伊成做王，伊开始治理国家，因为伊即马成做王啊，所以伊要开始治理国家，伊就无法度亲像早前共款。伊早前安那呢？伊早前是一个战士，伊早前是一个引带即个军队伫外口征战的战士。所以定定呢，伫外口有啥物征战的时阵，伊安那，伊拢会带队，就出去外口来征战，就带军队，就要去甲外邦人，去甲以色列的仇敌来征战。但是当伊做王了，顶礼拜牧师的讲道当中，就甲咱讲，伊攻打耶路撒冷了呢，伊攻到耶路撒冷了，伊就成做安那，成做犹大甲以色列王。所以伊开始要治理全地，伊就无法度去到所有的所在伫遐征战，伊就会派军队出去。但是伊要徛去伫耶路撒冷，但是呢，就是因为伊无出去征战，所以伫伊的活命当中，就带来一个真大的改变，这个影响嘛是伊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伫撒母耳记下11章当中，伊安那在1章当中，今仔日的经文无甲咱讲。无特别讲吼，但是我甲各位小可介绍一个前情提要，就是伫11章当中，伫这当中讲到大卫呢，伊伫王宫当中，因为伊无出去征战，所以伊就咧困，咧困呢，就困伤久啦。经文当中甲咱讲，伊困到安那日头平息啦，就是讲困到吼日头伫要落山啦，就伫当中看毋知是困伤久还是安那，伊起来，伊就安那，伊起来的时阵，伊就看到隔壁呢有一间厝，厝即个伫厝顶呢，就看到有一个妇人人伫当中咧洗身躯，伊就想讲伊即个妇人人生了遮水，我就想要甲伊带来，诚做我的即个王后啊，诚做就要甲伊做伙就对啊，所以伊就去找人甲伊带来，伊就甲因发生关系。但是了后呢，伊发现讲即个人是安那，即个人是
别人的某呢？这个厝邻人伊是别人的某，所以伊就开始想讲啊好，我做唔到代志啊，因为安那，因为这个妇人人有心啊，怀了代笔伊的因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这唔是办法，我爱想一个办法，伊就甲这个妇人人伊的丈夫，就是伫外口征战的将军乌利亚，就甲伊叫倒转来讲哦，你即马我互你休假，你会当安那？你会当转去你的厝邻，你会当转去你的厝邻，甲你的某做伙同困。伊想讲哦，若是伊甲伊做伙同困，若是后来生了一个囡仔吼，可能就无一定会算伊的就对啊，就可能吼，即个会瞒天过海，甲即件代志吼，拢总隐瞒过去。但是呢，虽然伊安尼想，但是乌利亚呢，伊就感觉安那，伊就感觉讲哦，我是一个忠心的战士，我是一个将军。即马头前我的兄弟搁伫头前咧征战，我敢袂当就伫遮休困呢？袂当。伊就讲王啊，我袂当转去厝邻，我一定爱转去征战。所以伊无要转去厝邻，即个代笔就感觉讲安尼，伊的计谋呢，就安那，就无法度来进行。伊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伊就对伊军队的元帅约阿讲，约阿求。你着吼，甲乌利亚派到伫安那，伫战场的上头前啦，就是要甲即个要甲仇敌来征战的时阵吼，就是伊要徛伫上头前，徛伫上头前的安那，就是上危险的所在。所以伊乌利亚呢，就真正互伊派去到上头前，伊就安那，伊就伫当中甲仇敌征战，了后伊就战死伫战场顶面。内面想讲哦，即件代志，伊安尼做，就是安那，互乌利亚死去啊！伊就会当安那，伊就会当借着要安慰伊的遗族的即个想法，即个方法，伊就安那会当带伊的某入来到伫王宫当中。伊想讲哦，这是一个真好的方法。可能无，若无人讲安那，伊嘛无甲别人讲，伊若咱拢无讲吼。就无人知影啦，伊就会当名正言顺啦。但是安那，虽然无人知影，但是安那，上帝知影。所以上帝就伫当中，在一章上落尾当中，就甲人讲，上帝无许个代笔惊即个代志。虽然即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甲听见伊的丈夫死了后，就为伊哀哭，哀哭日子过了。代笔就差派人甲伊接入来王宫内面，伊就做了代笔的妻子，嘛生了为代笔生了一个囝。但是伫经文当中特别甲人讲，上帝无许个即个代志。好，咱前情提要到遮，咱就要来讲，若是上帝无许个即个代志，安尼上帝要怎样来做呢？伊就差派一个人叫做拿单，拿单呢是一个先知。那单呢，就来为即个代志来找代笔。那单是一个真有智慧的先知，伊甲代笔的关系嘛足好，伊是好朋友，所以呢，伊伫当中，伊会当直接甲代笔讲话。伊咧讲话的时阵，伊真有智慧，伊无一开始就咧骂代笔讲：哦，你为什么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伊无直接骂哦，伊若直接骂吼，可能。一寡人吼，可能若是伊脾气较歹，就安那，就会安尼讲，见笑转生气啊，就会甲伊赶出去，安尼等等的。但是伊无安尼做，伊就先讲一个比喻，伊就讲一个比喻，这是拿单真有智慧的做法。伊用一个故事讲做比喻，要来听代笔对即个代志的想法。伊就讲一个比喻，讲他拄啊，亲像咱他拄啊所读的经文当中所讲的。伊讲有两个人，一个人是好野人，一个人是宋乡人。但是呢，伊就特别强调，即个好野人已经安那真好野，啥物物件拢有啊。但是安那，伊毋敢摕出来。等到呢，即个宋乡人呢，伊啥物物件拢无，就干那即只细只羊羔，伊甲伊做伙成长长大，伊就疼即个细只羊羔，亲像查囝共款。但是呢，当即个好野人有需要的时阵，伊无安那，伊无对伊
拥有真济牛羊当中摕一只来招待人客。伊颠倒是去除了即个宋乡人迄个细只羊羔，就甲伊摕来讲，我要摕即只来招待人客。这是一个真无公平的代志。为什么伫即个社会当中会发生即件代志？即个有钱人会去迫害遮个宋乡的人，就亲像即个国家内面充满即个无公义的代志伫当中。即个代表呢，听到即个代志，伊安那，伊嘛真生气，但是呢，虽然伊真生气，但是安那，伫这当中，就甲人讲，即个宋乡人，即个好野人，甲即个羊羔摕走，然后代表呢，伊听到即件代志，伊真生气，伊就对拿单讲安那，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就怎讲，行即个代志的人一定爱死，伊该死啊！伊一定爱那偿还羊羔4倍，偿还4倍是因为安那出伫耶和华律法当中规定的，伫出埃及记第22章当中有甲人讲，伊若偷摕别人的物件，安那爱刑伊4倍。就亲像伫新约圣经当中，咱有看到伫耶稣的故事当中有看到即个撒该无？撒该毋是个甲人骗人的钱吗？所以当伊悔改的时阵，伊就甲耶稣讲：我要还人4倍钱。这就是出伫耶和华律法所规定的，我要还人4倍。所以代表伊听到即件代志，伊就讲：即个人应该爱还人4倍，因为伊惊即个代志无有仁恕的心。这代表一件代志，其实代表伊的心中是有公义的。其实代表的心中，伊明白上帝的真理，伊知影上帝的公义，伊知影上帝无喜悦伊的百姓行即个代志，代表伊知影。今仔日咱一定爱会记住即件代志，代表伊知影，伊明白上帝的心意，伊知影安尼做是毋对的。但是安那，这就是代表伊的问题。伊的问题是啥物呢？伊明知故犯，伊其实知影伊应该爱怎样做。当伊咧治理国家的时阵，伊会当做出真正确的判断。但是当代志伫伊的心，伊家己的心上的时阵，伊安那，伊就无安尼做啊。当代志发生伫伊的心上的时阵，伊明知故犯啊。伊明明知影，但是伊犹原去犯罪。伊互伊家己的私欲，任伊家己的私欲去赢过上帝的真理，这就是代表伫遮所做错误的代志。这段经文，互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敢是可能有时阵，咱敢是嘛会明明知影上帝爱咱怎样做，但是咱无去做呢？也是讲，咱明明知影上帝无喜悦咱怎样做，但是咱犹原去做呢？这是上帝这段经文对咱真重要的提醒。咱毋茫今仔日，咱若拢听无啥物吼，就将即句话带倒转去。咱爱思考咱家己，甲即句话带倒转去，想讲上帝敢有喜爱我安怎做，我无去做。也是上帝无喜爱我安怎做，但是我去做啊！咱爱伫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有时阵遮个代志，若是无别人为咱讲，若是无别人为咱指出来，指着咱讲，你安尼做毋对，就亲像拿单共款。可能咱就亲像代表共款，咱还阁毋知影，咱家己已经做毋对。所以咱爱伫主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上帝来引带咱。若是咱真正有啥物代志做毋对，但是咱毋知，咱爱求上帝差派人来提醒咱，啥物代志真正是咱所做毋对的，咱爱悔改。拿单伫当中，就对代表讲即句话，伊讲你就是迄个人。拿单对进前对代表讲
这个比喻了后，大卫真生气，就讲行这个代志的人应该死。拿单伫这对大卫讲，你就是迄个人，迄个应该死的人就是你啦。哦，若是你是大卫，听到这句话，你会感觉安那？他拄啊，伊个义正言辞伫当中讲安那？哦，行这个代志的人该死呢。但是这时，拿单就对伊讲，迄个该死的人就是你。大卫伫这个时阵，较醒悟过来讲啊，原来我得罪上帝啊，我犯了真大的罪，真大的错误啊！这毋是干那得罪乌利亚这个人尔，伊是得罪了上帝，因为伊知影上帝无喜爱伊行这个代志。但是伊阁去行，所以伫遮伊干那呐，即句话，互大卫一切所行的，拢伫上帝面前啊呐，无通闪避。干那会当听上帝审判，谦卑认罪。即个时阵，拿单就来对大卫讲，伊对大卫讲，伊就讲上帝要怎样来甲你讲。上帝讲，我过去是怎样来帮助你？恩待你，我互你的还阁无够济吗？为什么我已经互你遮济啊？但是安那，你又还爱去孝顺别人的某呢？我一定会安那会刑罚你的。所以，伫大卫的暗暝，咱会当看到，就亲像上帝对大卫的审判讲：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这个乌利亚的妻子为你的妻，所以安那刀剑必永无离开你的家。咱若是撒母耳记下继续读落去，咱就会看到大卫的家，大卫伊的家庭真正是充满刀剑。伊所生囝当中，就彼此安那互相相杀啦，彼此安那的刀剑相向，这就应验上帝对伊的审判，刀剑永无离开你的家。甚至是他拄仔咱所讲的，照着律法来讲，爱安那是摕了人的一只羊羔，爱行伊4倍。所以大卫呢，咱就看见安那，伊有4个囝，拢是伫互相相杀当中死去的。第一，就是咱等的经文会所讲的，就是伊甲拔示巴所生的即个囝。伊毋是互相相杀，但是上帝审判伊，就除掉即个囝的活命。后来呢，则看到另外伊的后生，亲像暗嫩甲押沙龙，就是即两个人，拢是安那，拢是因互相相杀。后来阁有当所罗门做王了后，阁另外一个囝，就是阿多尼亚伫当中嘛想要做王，后来伊嘛伫互相相杀战争当中死去啊。大卫就有4个囝，就因为这件代志，伊就死去啊。所以古早有一句话讲安那，伊华语讲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这就是咧讲这件代志。大卫伊所犯的罪，伊的后果看起来敢像那像是伊的儿女咧承担，但是其实发生这个代志上。心内面上痛的，其实是大卫伊家己。伊心内面真痛苦，伊知影讲，这是伊起初犯了罪，犯了一个真严重的罪，所以才会发生这个代志伫伊的家庭当中。大卫这个时阵对拿单讲：“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这句话是大卫伊发自内心。伊的讨愧，伊的哀哭，伊讲：上帝啊，我真正得罪你啊！伫头前咱讲过，伊是一个真正明白上帝心意的人。大卫伊是甲上帝关系真亲近、真明白上帝心意的人，所以伫这个时阵，伊一定知影，伊做这件代志，上帝一定无要原谅伊。伊的诚心来到伫上帝面前，求上帝
用伊的慈爱怜悯来疼痛，来赦免伊的罪。大卫伫即个时阵，伊对家己的宝座顶落来。原本伊是坐伫宝座顶，伊是正做一个国家的王，伊想要做啥就会当做啥。伊用伊的权力会当用伊的这权力会当来欺负这个送香的人，欺负乌利亚这个家庭。但是伊即马伊对伊的宝座顶落来，伊放落伊家己的权力，伊知影上帝心意毋是安尼，伊降服伫上帝面前，承认伊家己得罪了上帝。伫即个时阵，伊较真正变倒转去到过去迄个甲上帝关系真亲近、明白上帝心意的迄个大卫。伊较真正转去到伫过去，伊感觉讲哦，无论伫什么时阵，我拢会当学乐上帝，我拢会当敬拜上帝迄个大卫，因为伊知影伊犯了罪啊。后来，咱继续来看。第13节到15节经文当中，继续甲人讲，拿单对大卫讲，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但是你必无地到死，但是你惊即个代志，你所得到的囝，你所得到的囡仔一定爱死。所以伫这当中，就甲人看，耶和华就击打乌利亚的妻为大卫所生的囝。互伊得到真大的病，一个重病，互伊判病是将要死去啊！可能有人会感觉讲，哦，这个囡仔是安那是，这个囡仔什么代志拢无做呢？伊是无辜的，伊为什么是囡仔爱死？为什么毋是大卫伊家己死呢？这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就是亲像大卫这款的性情中人呐，伊一定会感觉讲安那囡仔死去比伊家己死去搁较痛苦，因为这是伊所犯的罪，但是是伊的囡仔死去，毋是伊家己，伊一定会感觉真痛苦。第二，伫圣经当中，甲人讲，父母所生的儿女是上帝所赐予父母的产业，所以若是大卫所行的。上帝无喜悦，上帝就安那，伊有权柄将这个产业收倒转去。那是伊所行的，上帝无喜悦，上帝有权柄将伊所享受的产业收倒转去。所以大卫因为伊犯了罪，上帝有权柄将伊的产业收倒转去。这件代志嘛，提醒咱每一个做父母的。咱爱思考，咱怎样伫咱的家庭当中来引带咱的细囝？咱家己敢是真正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管理、来经营咱的家庭吗？上帝伫遮对大卫讲这个话，其实就是爱大卫伫伊的活命当中，搁一摆来省察伊家己。伊还阁无将大卫叫倒转去，是因为大卫伫即个国家当中，伊犹原有治理国家的责任，伊爱悔改，伊爱回转倒来上帝面前，照着上帝心意继续治理国家。所以上帝无伫遮甲大卫带倒转去，伊颠倒甲伊的细囝带倒转去。所以伫遮大卫就恳求上帝。伊就伫遮，伊就为着即件代志恳求上帝，伊就禁食祈祷来到伫内室顶面，伊就每一工拢倒伫涂骹顶，伊就伫当中，伊就来伊身边的遮个新妇想要甲伊扶起来，伊拢无爱起来，也无爱食饭，伊就是安那伫遮咧祈祷。伊祈祷了，但是安那，伊祈祷的结果是安那呢？虽然伊祈祷遮久，但是过了7天，囡仔犹原死啊！囡仔犹原死啊！这个新妇咧想讲，敢要甲大卫讲，伊是惊伊伤伤心嘛。但是大卫听到新妇伫边仔细声咧讨论，伊就知影讲，安尼一定是安那无救啊！囡仔一定失去啊！
死去啊，伊就问伊的新妇讲：哦，伊就问伊的新妇讲，囡仔真正死啊吗？伊讲是啊。大比伫即个时阵，伊做一件代志，伊对涂骹顶起来，伊就开始洗身躯、抹膏、穿衫、换衫，伊就来到伫上帝殿中来敬拜。然后伊个倒转去王宫当中开始食饭。众人无明白上大比为虾米有即款反应？为虾米囡仔还未死的时阵，伊咧禁食哀哭？但是当囡仔死去的时阵，伊颠倒安那起来食饭，起来敬拜呢？大比伫遮就对因讲：囡仔还阁活咧的时阵，我禁食哀哭，因为安那，因为我想讲吼，若是检采耶和华怜悯我，会当安那，互囡仔袂死啊。但是安那，即马我知影囡仔已经死去啊，这确定是耶和华的心意。这确定是上帝的心意，伊无要改变啊！我还阁有需要禁食吗？我还阁有需要为即件代志来禁食吗？无需要，所以我无法度会当叫伊倒转来，我干那会当往伊遐入去，就是讲了后就是我死啊！上帝袂阁叫即个囝活了，阁活啊！因为安那是我要死啊！是了后就是我要死，是我要往伊遐入去，毋是伊要转来我家啦。伫遮，咱他拄啊一直强调的代志，大比伊是一个明白上帝心意的人，这代表伊知影伊的禁食祈祷有可能互上帝改变心意，但是安那当上帝犹原安尼做，就代表安那代表上帝一定袂改变。伊是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伊知影上帝有怜悯、有慈爱、疼痛，伊可能会怜悯大比，所以伊就一直禁食祈祷。但是若上帝无搁安尼做，大比嘛知影上帝心意，就知影上帝一定无爱安尼，所以伊就无要为着安尼继续禁食。对即件代志，咱会当知影。上帝就是爱用大比的伊的囝的死来刑罚伊，毋是袂因为大比的哀哭有啥物款的改变。所以，咱每一个人，咱在禁食祈祷的时阵，其实咱爱知影一件代志，咱所祈祷的代志，敢真正是上帝的心意吗？咱爱先找求即件代志，咱所禁食祈祷的代志，敢真正是上帝的心意吗？好，咱继续来看这件代志，互大比对忧伤痛悔当中起来，就亲像咱头拄仔经文当中讲的，伊对地面上起来，对涂骹顶起来，伊起来安那？伊起来的目的是，伊无要搁继续踮伫即个忧伤痛悔当中。可能伫咱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咱拢捌有亲像大比共款，有犯罪，有心内软弱，有跋倒的时阵。但是上帝无爱咱，敢若停留伫遮。上帝怜悯咱，伊赦免咱的罪，是爱互咱会当用新的眼光，会当来面对未来的人生。咱爱知影，虽然咱过去犯罪啊。但是上帝无直接甲咱带倒转去，代表安那？代表上帝犹原爱咱，面对咱未来的人生。虽然咱犯罪，上帝无直接甲咱带倒转去，是因为上帝爱咱，继续面对未来的人生。上帝爱大比面对未来的人生，就是继续治理国家。对咱来讲，咱嘛是，咱未来的人生爱为上帝做啥物呢？过去的代志袂当重来，但是未来的代志，咱会当继续追求上帝恩赐。过去的代志，咱无法度搁重来，搁后悔，但是未来的代志，
咱会当继续追求上帝，引带咱行真理的路。伫即个月当中，即个月第2礼拜是国外节。伫国外节当中呢，我伫儿童主日学伫当中来分享即个分享信息，分享上帝话。伫当中，我着因为时间无介长，所以我着想一个方法，要甲即个主日学的细汉囡仔来甲因分享，为虾米咱需要上帝救恩？为虾米咱需要上帝救恩？我着摕2个塑胶杯仔，就是透明的这塑胶杯仔，我着要叫这个囡仔吼，讲哦，你一个杯仔吼去外口迄个水龙头吼，倒一杯水来，搁一个杯仔着去后壁遐饮水机嘛，倒一杯水来，着2杯水着放伫因的面前，着讲好，即马恁知影即2杯水。倒一杯是会当啉的，因拢知影呢，因拢指迄个饮水机出来的水，伊讲哦，即杯会当啉，即杯会当啉，恁哪会知影？因为这是对饮水机出来，好，安尼我着甲即2个杯仔，我着背对因，着伫我后壁呢，着开始换了呢，我搁摕转来因的面前，着讲好，即马恁来看，即2杯水倒一杯是会当啉的。有一寡人就开始怀疑讲，敢是即杯，敢是即杯，就来指来指去，有一寡人指即杯，有一寡人指即杯，所以倒一杯会当啉。我甲因讲，我嘛毋知影，我换到我嘛毋知影，所以这代表安那？我要讲的代志是，即2杯水，一杯会当啉，一杯袂当啉，但是安那看起来是共款的，看起来无啥物无共呢。所以，虽然这2杯水看起来无啥物无共，但是一杯是清气的，会当啉的；一杯毋是清气的，啉落去对身体是有伤害。这就是甲人讲，咱每一个人的活命嘛是安尼，是怎样？其实咱每一个人吼，咱看起来甲外口的人拢共款。讲外口遐个无信上帝，未得到救恩的人，拢共款。咱甲其他的人无啥物差别，外口看起来拢共款，但是安那心内面会无清气，才是真正咱爱除掉的。外口看起来看袂出这个差别，但是心内面的无清气，才是咱爱除掉的。所以，这2杯水看起来同款，但是咱若是心内面犹原有这个无清气，咱无经过上帝的救恩，互咱清气，咱就安那，咱就亲像这个对水龙头出来的水同款，啉落去对身体有伤害。咱的活命若是内面无清气，咱就袂当互别人得到益处。咱就袂当互别人得到上帝恩典、上帝祝福，因为安那，因为咱心内面是无清气的。但是咱若是经过上帝的救恩、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净咱的活命，咱的活命就会亲像对饮水机出来的水同款，会当安那，会当去祝福人，会当去帮助人，会当去互人得到上帝的恩典。对安尼，咱就会当了解为什么咱需要上帝的救恩。今仔日咱所分享的，其实就是爱甲人讲，咱每一个人拢会犯罪，但是安那，咱需要上帝拯救，咱需要上帝来拯救咱，互咱会当重新有一个新的活命，有上帝引带咱伫这个新的活命当中，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会当成做上帝伫这个世间的见证。这时，咱搁来看，拄咱所读的经文当中所讲的，大卫对涂骹顶起来，伊洗身躯、抹膏、换了衫，伊入去到伫耶和华的殿内面敬拜。
拄仔咱所读的经文，甲咱讲啊，上帝大卫伊伫禁食7天了后，伊起来，你去到伫耶和华的殿来敬拜，这较真正是大卫，这较是真正的大卫，真过去迄个喜爱敬拜，伫任何环境当中拢会当阿乐上帝、敬拜上帝迄个大卫。伫即个时阵，伊较真正是真正的大卫。即个时阵，咱就会当看去，伊伫即个活命当中，伊的改变，伊心情的改变，伊可能阁有一寡责备家己，感觉讲啊，为什么我做了即件代志？但是伊已经经历上帝的信息，伊可能嘛会悲伤，会为着伊的囝离开来悲伤。但是伫即个时阵，伊已经看见上帝的怜悯。大卫来到伫上帝面前，代表伊对上帝的委身。伊来到伫上帝殿内面敬拜，是代表一件代志。我要转来做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我无要永远踮伫即个忧伤、痛悔、哀哭当中。我要转来成做一个敬拜上帝的人。过去虽然我迷失了路，行毋对方向，但是感谢上帝你将我挽回倒转来。未来我犹原要一生来敬拜你。这是大卫伊对上帝的委身。上帝啊，过去我做毋对，过去我行毋对路，但是未来求你引带我。我要一生犹原要来敬拜你。伫遮，大卫安慰伊的妻拔示巴，甲伊同困，伊就生了一个囝，号名叫所罗门。这可能伊是已经过几啊年啊，但是咱会当伫当中看到，上帝是怎样怜悯大卫的。上帝怜悯大卫，伊就互伊甲拔示巴各生一个囝，就是后来真有名的，要接大卫做王的即个所罗门。伫这当中，上帝佮互伊有另外一个名。经文特别讲哦，耶和华也喜爱伊，就这先知拿单赐互伊一个名，叫做亚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疼伊。亚底底亚即个名的意思就是上帝疼，上帝疼，因为上帝疼伊啊，因为上帝疼伊啊，所以。虽然过去上帝甲大卫甲拔示巴所生的囝，甲伊摕走，但是安那阁互因生一个囝，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过去活伫罪恶当中，迄个活命已经死去啊。对罪恶当中所生出来的迄个活命已经死去啊。上帝要赐福大卫有一个新的活命，一个上帝喜爱的活命，讨上帝欢喜，为上帝来活的活命，亚底底亚。大卫伫即个时阵，伊对上帝怜悯当中得到快乐，得到伊活命的能力，伊会当继续行伊未来的道路。伊对上帝怜悯当中得到上帝予伊满满的恩典，伊知影上帝无离开伊，伊知影上帝永远甲伊同在，予伊疼痛伊，予伊有一个新的活命。今仔日的经文到这，但是还未结束，我继续要来甲大家，互大家来思考一件代志。恁敢会好奇？敢会想讲吼？大卫伫即个禁食7天当中，伊拢咧祈祷啥物啊？大卫伫伊禁食7天当中，伊拢祈祷啥物？伊敢若祈祷求上帝会当互即个囡仔活咧吗？可能无一定。其实大卫可能搁较济，伊的祈祷是祈祷啥？祈祷悔改。认罪悔改，求上帝赦免伊的罪，求上帝赦免伊的罪。
这就互我想到一件代志。伫过去即礼拜当中，我相信大家人拢伫新闻当中拢有看到即件代志。好，原本这是拜三的时阵吼，祈祷会文管团队咧甲咱分享的时阵，伊讲安那气象局预测啦，预测讲吼，即个拜四的时阵吼，4月20吼拜四的时阵吼，即个台湾的即个降雨量吼，会亲像安尼啦，亲像即个紫色的拢伫台南对无？就讲台南会落足侪雨啦，咱就伫遮感谢俄罗斯啦，互台南会当落雨啦。结果呢，隔天安那？隔天咱看隔天的图吼安那？台南变做是蓝色的啦紫色雨拢变做到伫台中啦，台中还叫淹水呢。结果台南安那？台南无讲一滴雨拢无啦，但是安那真少啦，落无10分钟啦。伫这当中新闻这个标题就甲人讲安那，台南雨量一度上修300毫米，结果安那最终结局仅17.5毫米，讲大翻车啦，大翻车为什么这个气象预报会无准呢？为什么气象预报无准呢？其实安那，毋是伊无准啦，伊本来就无一定准啦，是安那是上帝讲的较准算啦。上帝敢要予落来伫台南，是安那是上帝决定的啦，毋是咱伫遮祈祷，毋是咱伫遮讲看到预报就讲上帝要临免台南啊，无呢。伫遮，我爱互大家思考一件问题，就是安那。若是咱同意讲上帝讲的较准算，咱就爱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会甲落雨搁收倒转去？为什么原本已经预测讲会落遮济雨啊？为什么上帝搁将遮落雨收倒转去？我毋知。台南过去是做了偌济得罪上帝的代志，其实嘛无一定安尼啦。伫台中吼，虽然落遮济雨吼，但是伊嘛淹水，伊嘛因的遮的百姓嘛是真痛苦，所以这无一定有啥物好也是毋好。但是咱爱思考，为什么上帝甲雨收倒转去，甲雨收倒转去？可能。咱爱思考，咱一直咧做的祈祷，咱爱转变一个方向，咱莫一直咧求上帝落雨啦。咱爱先来找求上帝，先来找求上帝，讲上帝，你的心意是啥物？上帝，过去台南若是有啥物得罪你的所在，我要向你来认罪悔改，求上帝赦免台南，求上帝。互台南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可能较是咱爱做的祈祷。咱无一定爱一直祈祷讲上帝啊，求你落雨，求你落雨。这其实就亲像拄仔咱所讲的，大笔为什么无要紧遮祈祷啊？因为伊知影，伊祈祷的方向可能毋对啊。伊祈祷的方向，伊一直祈祷讲求上帝，互即个囡仔。莫死去，但是迄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爱处理另外一件代志，爱互大笔认罪悔改，更新伊的活命。这才是咱爱做的祈祷。所以大笔伫这近这7天当中，可能伊就写了一首诗歌。伊咧祈祷啥物呢？诗篇51篇，嘛是咱拄仔，咱咧诗歌敬拜了，咱咧上读刻英文上读的迄篇诗篇51篇，就是大笔的诗歌。第51篇的序，就是一开始，伊就讲安那，讲大笔甲拔示巴当困了后呢，先知拿单来看伊，来见伊，伊就写了即个诗歌，伊就做了即个诗歌。这个诗歌可能就是大笔伊伫近这7天当中所做的诗歌，
也有可能是伊伫7天了后呢，你去到耶和华的殿内面所做的诗歌，伊伫遮当中讲啊，这首诗歌就代表安那？代表咱会当将这首诗歌理解做代表对上帝认罪甲悔改，以及伊对上帝的幸福甲回应。这开始咱咧读撒母耳记下12章的时阵，咱爱知影的代志，代表咧祈祷什么？代表咧祈祷什么？我着摕其中一段经文来讲，诗篇51篇第10节的经文，咱做伙来上读这段经文，请。上帝啊，求你为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段经文，这段诗歌，就是代表伊对上帝的呼求。咱来看，伊是怎样为着伊未来的活命求上帝恩赐。伊向上帝求一个清气的心、正直的灵。我想这个意思真清楚，就是代表讲，伊要离开过去迄个罪恶、误会的活命，伊要有一个清气的心，伊要定心开始，伊要定心甲上帝同行。伫伊的内面爱定心有一个正直的灵，就是对上帝所来真理的灵，要点伫伊的活命当中。所以，就亲像咱他都一直咧强调一件代志，今仔日咱一直咧强调这件代志，代表伊是一个明白上帝心意的人。所以，虽然伊过去得罪了上帝，但是伊渴望上帝莫因为安尼就离开伊，因为伊知影伊未来的活命一定爱有上帝甲伊做伙行，所以伊求上帝为伊做清气的心，互伊内面定心有正直的灵，就是上帝的圣灵爱充满伫伊的活命当中，甲伊三角同在。就亲像咱他都爱诗歌，毋是安尼唱吗？圣神，请帮助我，靠着咱家己，咱无法度做会到。干那靠家己，咱犹原安那，犹原会继续转去犯罪的道路。干那靠家己，咱犹原继续犯罪，但是咱毋通干那靠家己，咱爱倚靠上帝，求上帝圣灵来帮助咱每一个人。诗歌继续讲11节，甲咱讲，咱嘛做伙来读这段经文，请毋通放杀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的圣灵。各位兄弟，可能对代表来讲，伊上烦恼的代志，毋是伊囡仔的活命，伊上烦恼的代志，其实是安那，伊惊什么？惊失去上帝的同在。代表伊上惊的代志，是失去上帝的同在。各位兄弟，咱敢是安尼？咱会惊失去上帝的同在无？就亲像代表伊做这个代志，伊感觉讲，伊大大得罪了上帝，伊内面，伊心内面一定会有这个惊吓，感觉讲，我做这件代志，敢是上帝就无爱我？敢是上帝的同在就会离开我？代表上惊的就是这件代志，所以伊较会伫这个祈祷当中，伫这个诗歌当中讲：上帝啊，毋通放杀我，互我离开你的面；上帝啊，毋通对我收回你的圣灵啊！上帝啊，毋通离开我，求你继续甲我同在啊！各位亲爱的兄弟，咱爱思考，咱的活命。咱爱继续求上帝的同在，甲咱永远甲咱同在。最后，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件代志。过去伫顶个月3月份的时阵，3月份的时阵，咱毋是教会有鼓励大家去台南圣教会参加一个台南市教会联合的祈祷会。
为什么会有这个祈祷会呢？是因为安那，咱也有去当中参加的，就知影，伫当中是有一个对美国遐来的团队，祈祷的团队。伫当中呢，因就是上帝带领因来到伫台湾，后来呢，佮甲因讲，哦，恁就是爱来台南，爱伫台南来祈祷。后来因到伫台南了后，就是活水教会来接待因，接待因就来带甲因做伙伫台南有一寡的祈祷。因特别就是爱为着台南的少年人、青少年来祈祷。所以因伫当中，因就咧安排安那，安排讲，因伫即个伫台南圣教会祈祷会进前的2礼拜，因就安那，因就去到伫台南的拢总有8间大学，台南拢总有8间大学，因就爱到伫台南遮的大学呢，就安那，每一个大学拢伫当中举办一个祈祷会。我要讲的代志是安那。一只祈祷会拢有讲安那，拢有讲吼，这字伤细字啦，所以咱会当来看，就是每一个大学吼后壁拢有讲安那，要伫啥物地点来聚会来祈祷。每一间学校拢有哦，但是就干那一间大学，就是安那，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就是以前的台南家专。伫当中，伊祈祷的所在伫倒位呢？伊讲安那。因借无场地啦，所以伊祈祷的所在讲伫啥物街甲啥物路的路口交叉口啦，就是安那，伫伊个校门口边仔的遮路顶的边仔啦，伊就伫校门口伫遐咧祈祷啦。伫当中呢，后来呢，我有一摆甲活水教会同工做伙开会的时阵，因就咧分享即个见证，因就讲当因伫即个。南印大伫遐咧祈祷的时阵吼，因伫校门口因的边仔咧祈祷，就边仔呢就有一个学校的教官啦。但是即个教官呢，伊是安那，伊是穿便服的啦。伊无迄个时阵，伊还阁无讲伊是教官啦。伊就伫边仔穿便服，伊就咧看因咧做啥物，看因咧怎样咧祈祷啊。就祈祷了后呢，即个聚会结束了，隔日。即个教官就将即个大学内面的即个祈祷会的负责人，就甲伊叫去到伫教官室吼，就互因就摕一张社团申请书啦，就互因讲吼，恁即个祈祷会吼安那一定爱安那，一定爱成立社团啦，即个学校吼较会当借场地互你啦，所以你安那，即马我就互恁成立社团啦。所以恁以后吼，恁就会当伫学校内面来祈祷啊啦。因分享这个见证，就感觉感谢俄罗主，上帝开路啦。但是其实，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安那，上帝若要开路，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开路啊？上帝要开路，为什么伊不是一开始就讲，要互因会当开始成立社团，因就会当。伫学校内面聚会，为什么爱互因先伫外口聚会了后，较互教官看见呢？是因为安那？因为上帝爱因祈祷，无论即件代志敢有成就，因一定爱安那祈祷啦。因无因为讲我借无场地，也无即间学校，我就歹祈祷啊。因无安尼做，因是安那？因虽然无场地，伊依然继续祈祷。上帝就是爱咱用时间来找求伊。我阁讲一摆，毋是为着代志来祈祷，毋是为着代志来祈祷，是为着较无上帝，找求上帝同在来祈祷。是因为着较无上帝，找求上帝同在来祈祷。各位兄弟。特别是伫咱当中，可能有一寡人是已经伫教会当中聚会真久、真长的一段时间啦。咱爱来思考，咱有较无上帝同在无？咱有较无上帝真理无？可能咱读了真侪圣经，就亲像大笔
今仔日咱一直讲的，亲像大笔明白上帝心意共款。但是安那，上帝真理毋是干那，互咱会当踏入去尔，是爱互咱会当伫生活当中活出来，这才是真理。咱伫对上帝遐得到能力起来，得到能力，咱爱伫上帝真理当中一直甲上帝同行。咱的活命无可能一直无犯罪，但是咱一定爱一直较无真理，追求上帝圣洁。咱无可能一直无犯罪，但是咱一定爱较无真理，追求圣洁。虽然亲像大笔这款的人，疼上大笔是怎样疼上帝、喜爱敬拜、明白上帝心意的人，甚至是互上帝称作是合伊心意的人，伊有缘会犯罪，伊有缘有时阵伊无法度赢过这个罪的试探甲引诱，但是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在咱的活命当中，有时阵咱嘛有可能亲像大笔同款，受到试探、引诱来犯罪，离开上帝的道。但是上帝一直拢伫咧，伊伊毋望咱会当来回转，透过圣经当中的真理，透过伊所差遣的先知，互咱会当知影咱的罪，会当认咱的罪，会当悔改、回转归向上帝。每一个人拢会犯罪，但是为什么基督徒伫罪当中有缘有误望呢？为什么基督徒虽然咱知影咱会犯罪，但是咱有误望？因为咱知影，咱相信耶稣基督，伊已经为着咱的罪付上代价，互咱会当无搁再受到罪捆绑，咱会当活出一个圣洁的新的活命。所以基督徒伫罪当中有缘有误望。安尼，咱会当怎样无搁再互罪来赢过呢？就是爱安那，就是爱咱无需要继续活伫过去伫罪中的家己所捆绑，咱会当伫基督内面得到一个新的活命，是咱会当做出甲以前无共款的选择。以前咱面对试探、面对引诱的时阵，咱可能会做出照着咱心内面的私欲来做选择。但是即马，咱有一个新的活命，咱会当做一个新的选择，甲以前无共款的选择，就是跟对上帝心意，就是跟对上帝心意。这就亲像咱头拄仔，咱伫诗歌当中所唱的。咱唱讲上帝啊，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什么意思？咱爱求上帝国，咱爱求上帝的旨意。咱毋是讲上帝啊，愿你互我的国降临。咱毋是求家己的国，咱是求上帝的国，愿上帝的国降临嘛。咱爱求的是上帝的国，伫咱的活命当中彰显伊的荣光。大笔，伊为什么会互上帝称作是合伊心意的人？毋是因为伊未犯罪，嘛毋是因为伊有真济文书才能，会当，也毋是讲伊会当战争一定会得胜，无，拢毋是。大笔为什么称作是合上帝心意的人？是因为伊知影爱认罪，伊会追求上帝怜悯。伊会悔改，这才是真正合上帝心意的人，是一个谦卑超找上帝、认罪悔改的人。愿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谦卑的心，接受对上帝所来提醒甲指教，并且咱会当跟对上帝圣灵的引带，转来到伫正路当中，
伫真理当中，咱会当甲上帝同心同行。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行伫上帝所引出的正路当中，省察咱家己过去的活命。伫未来，咱求上帝甲咱同在，引出咱甲伊做伙同行。咱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学了你，借着大笔的故事，借着大笔所经历的代志，互咱知影，互阮知影，阮每一个人拢是罪人，阮每一个人拢有可能亲像大笔共款，做一寡代志得罪了你。做一寡代志无合你的心意，但是主啊，如果阮以前还阁无做这个祈祷，求上帝来怜悯阮，互阮知影要怎样向你来祈祷，求你来赦免阮的罪，求阮要谦卑伫你的面前认罪悔改，讲主啊，阮过去得罪了你，但是阮毋望。你莫将你的圣灵收倒转去，互阮会当伫阮未来人生当中有缘有你甲阮三个同在，互阮会当行伫上帝你的真理当中，互阮会当知影，阮过去的活命就已经死去啊，就已经对着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来死去啊。阮的活命，未来的活命，有一个更新的活命。是甲你同心同行的活命，求你亲自来引带阮，行伫上帝你的真理当中。愿阮的活命彰显你的荣光，彰显你的疼痛。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时间，今仔日伫咱当中有新来的兄弟无？好，若无，咱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真欢喜，咱做伙敬拜上帝。感谢主，咱每一届咱会当来到伫上帝殿中来敬拜。其实这是上帝奇妙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因为咱毋知影，咱明仔载会拄到什么代志，但是咱知影上帝甲咱同在，咱就爱把握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咱会当敬拜上帝的时间，来敬拜伊，来学乐伊。只是咱要当心伫主的面前来奉献，借着上帝对咱的提醒，借着咱对上帝所得到满满的恩典，咱爱知影，咱要怎样将咱家己献予上帝，交托伫上帝的手中，求上帝来带领咱每一个人未来的道路，借着咱的奉献，见证上帝伊的名。咱同齐起立，咱用诗歌敬拜阿拉上帝，正做咱的奉献。愿你的国降临。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线。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像伫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线。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犹原搁毋捌你。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主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神请帮赞我，是去大名来引带，道道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
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信心请帮赞我，是给大名来引带，多多为你来主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信心请帮赞我，是给大名来引带，多多为你来信心请帮赞我。信心请帮赞我，是给大名来引带，多多为你来往。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将伊丰富的主爱怜悯临到你的身上。互你伫软弱的活命当中，经历上帝的能力完全，靠着主的恩典，重新站起来，每一天甲主同心同行。愿主耶稣基督用伊救赎的宝血，洗净你活命当中一切的误会，互你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个新造的人，离开罪恶的捆绑，得到活命的自由，甲永远的愿望。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明白圣经的真理，并帮助你知影要怎样照着这圣经的教导来行。伫你一切所行的代志顶面，会当见证上帝荣光的作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三个同在。特别嘛要甲你厝邻的人三个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各位兄弟，请坐，咱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